接落来，咱过来看全国哪里个立委大罢免的活动是当日，高雄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黄这个团体，今日伫咧去警察局报案，讲反对罢免的民众甲因匹配叫佮呛声要开枪。柯志杰就呼吁警方爱赶紧查清楚，强调讲这罢免是个人的权利，呼吁各界都要用平常心看待。 反对罢免的民众放调要开枪，搁一直骂联署的负责人。伫高雄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黄捷联署的民间团体，25透早来到凤山分局，表示联署期间，互疑似力赢支持者的民众骂，甚至威胁恐吓、恐吓以及妨害罢免等等的4项罪行的告诉。我们对一个人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能提出这些告诉，可见。 我们在高雄这个地方要罢免绿委所面临到的一个艰难。罢团透早将各诉状甲证据影片提供给警方，希望阻止不当干扰罢免联署的行为。全国哪粒立委大罢免活动继续进行当中，但嘛出现真侪状况。除了有无死者的名假联署，嘛陆续传出几件刁难还是恐吓的事件。许姓民众报案指称，已遭到不明人士恐吓、公然侮辱及违反选举罢免法等行为。 本案获报后，依规定受理。那个是不是真的，我不清楚。如果是真的，当然有人有这样子的个别行为，我们也不允许。也希望警察要赶快确实查明真相。作为防罢免联署的立委，甲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参选人之一的柯志杰。 强调提出罢免是民众的权利，呼吁各界以平常心看待。因为柯志杰甲黄捷罢免案第一阶段联署已经送件，罢团表示估计上紧4月初10了后会展开2阶联署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